明仔载5月31日是世界无婚日，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要重视婚害的问题，尤其是少年的族群结婚的状况目前是真严重哦。伊嘛呼吁有卫生背景的赖总统应该爱重视。世界无烟日，没有烟害防治，没有健康台湾。 每一年5月3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定定的世界无婚日，由170个民团组成的台湾结婚联盟特别伫咧前一天开记者会，呼吁重视新型婚聘的危害问题，嘛对新政府来发声。因不满台湾头一个医生出世的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提出的健康台湾政策中，竟然完全无婚害防治的内容。但这几年新型的婚聘甲加密的婚是愈来愈侪，引起国际组织开始讨论新的规范，因认为台湾嘛应该爱对得到。WTO 的2024年的主题保护儿少免于烟商的这个干扰，很重要是加味烟。我们希望政府要赶快对加味烟的政策做一个明确的这个弥补。 民团指出，加密粉利用亲像糖仔的口味吸引少年人，嘛制造出加密粉危害较低的版式，但危害却是同款的。台湾虽然去年有通过禁止加密粉的法规，但敢若规范部分的口味，因是感觉也有修改的空间。 那有关加味烟的部分，目前现在只有4种，就是禁止花香、果香、巧克力跟薄荷味4种。你都已经写要禁止加味烟了，那为什么你还要写只有禁止4种？那也就是接下来如果又多1种，那你还是要再去公告说要再禁，要再禁。我们希望在法条当中很清楚的去说明，其他天然及人工调制口味的都去禁止。 联盟强调，台湾伫2005年加入 WHO 的薰草管控国际公约，但是这法规虽然国际公约中禁止婚品加入提悬好食感的成分，安尼上低标准拢无法度对着国际脚步，呼吁赖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记者王考选柯明在台北报道。